35規劃呢係澳門特區未來5年經濟同埋社會發展嘅綱領性文件，必須係圍繞長遠嘅目標同埋戰略任務，強化統籌協調同埋加強頂層嘅設計。今年3月份我主持召開咗編製35規劃嘅政務會議，特別邀請咗立法會主席、終審法院院長同埋檢察長參加。我哋共同謀劃部署澳門嘅未來發展。特區政府主動將澳門放喺國家事業發展全局中進行定位同埋謀劃，積極落實國家15規劃涉及澳門嘅部署，加強與廣東省同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銜接，促進大灣區嘅協同發展。